我叫萧贺，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一觉醒来就绑定了个什么反派金手指系统。警告！警告！生命值持续减少中，宿主尽快完成反叛任务，获取积分兑换生命。他让我去当反派，去制造恐慌，演极端角色，开什么玩笑？可看着不断减少的生命值，我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场戏主要讲的是你杀人魔的身份被人发现，你举着电锯追杀受害者，最后将人灭口。斯文败类杀人魔，喜欢拎着电锯追杀目标。行吧，演了。导演，这不是真的杀人魔吧？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准备，马上开拍！耽误1分钟都是钱啊！你好，我叫萧贺。你好，我叫孟露露。这应该是正经剧组吧？自从有了这金手指，每次出场我就浑身自带罪犯气势。还是离远点吧，免得把人吓哭了。Action！ 救命啊！这真的在拍戏吗？确定不发暗网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不要报个警？我操！隔壁杀人魔杀疯了！报警！快报警啊！执法员同志，他真的是我们的演员，我们刚才就是在拍戏呢。是啊，执法员同志，您瞧瞧，我这电锯都是假的。放下东西，别乱动。你看，不会受伤的。你们怎么将人吓成这样？哎呀，这不正说明小肖同学演技好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露露，让人家姑娘自己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抱歉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抱歉，我们确实只是在拍戏，刚才我也是被吓到了，情绪有些失控，这才造成了误会，真的非常抱歉。这位肖同学确实是沪大的学生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沪大的学生啊，这种眼神，我只在10多年前那个连杀7人的变态杀人犯身上见过，可那家伙早就被击毙了。好好拍戏。好的，谢谢张队长。那个张队长，还能够拜托你们一件事吗？我的小姑奶奶，求求你别多事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继续拍戏了，可以拜托你们留一个人稍微多待一会儿吗？我觉得有你们在，我更有安全感一点，大概就20分钟。小李，麻烦你留下来多待一会儿吧。好的，师傅。你多注意点那个萧贺，但也不要影响别人的拍摄。我明白了。找到你了。救命啊！晚安，可怜的孩子。太好了，咔咔，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竟然一遍过了，太好了。孟老师，已经结束了。肖同学，你是表演专业的学生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计算机专业的。计算机专业？那你这演技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这表现真不像演的。可能是天赋吧。抱歉啊，肖同学，你的演技真的很不错，是我技不如人，差点影响到你的表演。没关系。肖同学，其实你一点儿也不凶，就是这气质和眼神太犀利了，不容易让人接近。如果肖同学对演戏感兴趣的话，建议以后试着调整一下。
好的，谢谢孟老师的提醒。我他妈也想改啊，但这是系统给的罪犯气质被动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们王导专门拍偶像剧，这次是跟风拍刑侦题材，但本质还是个偶像剧。前面几个角色都成双成对组了 CP， 所以我演的这个杀人魔男五已经是剧里最大的反派了。啊，多么美好的作品，可惜啊，无缘再见了。咔！萧贺杀青，终于杀青了。这家伙也太凶残了，长得帅还演得坏。我这个男主跟他对峙，说话都打颤，气势还盖不过他。幸好镜头分开拍，不然我这颤声播出去，真的就招笑了。加上之前跑龙套的，现在一共有20几分了。靠！辛辛苦苦这么久，连抽奖的一半都没有，这他妈还是金手指吗？这不纯纯打工人系统啊！嘿嘿，系统，那个给个新手10连抽呗，人游戏好歹都有新手大礼包呢。垃圾狗系统，我呸！我操！系统大人，我爱你！来，金色传说。恭喜获得剔骨刀法已自动学习，恭喜获得寿命加30天，已自动兑换。剔骨刀法详情：屠戮的高等艺术之一，可以帮助您更好地完成反叛任务，同时可以提高您对人体构造的了解。有寿命值，太好了，终于活过来了。不过这个剔骨刀法是什么鬼啊？谁需要这玩意儿？给我一只猪，无论活的死的，我都能快速剃成白骨。我不是变态，我不是变态。肖哥，等一下，这是导演给你的。给我的？我不是说不要报酬吗？导演说非常感谢你的救场，这是他单独给你包的，而且演死人给彩头红包是业内习惯，你拿着就行。好，谢谢。我走了。肖贺，等一下。你还有事儿？我在旁边看到了你的表演，我觉得你的演技非常不错，整体形象也很合适我目前剧组的一个角色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可以问问你的那个角色是什么身份吗？我们在拍一部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，叫《世生》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荣头猪场3兄弟的案子？我想让你饰演的，就是老三的那个角色。我想起来了 ，C 省卢氏20年前的灭门惨案，3兄弟把人剁了喂猪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老三至今仍在通缉。演这种角色太招恨，万一被骂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同意和支持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演老三的演员和原型有7、8分相似，并且要在宣传时大力传播凶手的通缉令。当年那家只剩下2位90多岁的老人，他们唯一的执念就是在死前抓到凶手。可是我长得一点都不像这个凶手啊，他明显比我丑多了。导演该不会是夹带私货，想找个帅哥来洗白凶手吧？主要是气质和你的这个身形，我保证给你化完妆之后谁都认不出来你。这小子的脸型可塑性极强，是天生的巨抛脸，可惜气质太阴郁，以后怕是只能走反派专业流的路子了。拜托了，请你一定要考虑一下，这个案子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好，不过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演技方面你最好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就本色出演即可。
冯老师好。坐。今天时间太晚了，只能先给你简单画一下，等会儿倒模，明天再化正式的妆。行，先试试。你说导演还真找到了演老三的演员？是的，而且人长得还挺不错，就是气质太阴郁了，看着不好相处。那还挺有意思，也不知道这个老三的演技如何，希望不会给剧组拖后腿。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公司接下这部戏，如果新人演技不行，我的对手戏就麻烦了。小周，你找的箱子我给你拿过来了。谢谢啦，李叔。话说，你们看到新来的那个演员了吗？听说长得挺俊俏啊，和朱老三完全不一样。小周，你看到人了吗？我就是路过看了眼，没太大印象了。哦，这样啊，行，我也只是好奇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李叔再见。不错，不错。没想到简单画画就和那个畜生有7、8分相似了。明天带上模具，岂不是更还原？就你了，这角色必须是你的。难怪那么多人想进娱乐圈，这工资是真的高。犹豫1秒，都是对钱的不尊重。我可先说好，你这工作可不轻松，接下来近1个月你都得跟组，大多数时候都要带这个特效妆，还是夏天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导演，一会儿你能再给我开个实习证明不？我们学校要用。行，一会儿就给你开。果然还是大学生啊。李叔，谢谢啊，今天又这么早来。应该的。谢谢。奇怪，不要皱眉。哦，抱歉，刚才那一眼绝对没错，这个李叔身上有同类的味道。自从有了系统，我就多了个同类嗅觉的被动，我能感觉到这个李叔绝对是个背负了不止1条人肉的杀人犯。你就是新来的那个老三的演员吧？鲍老师好，我叫萧贺，还请多多指教。天哪，见到活的鲍伟老师了！好小子，保持这个状态，非常不错。华哥好。从他的行为举止看，就是个普通人。如果不是金手指，我也会这么觉得。他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谢谢李叔，你叫我小李就好。说起来，我们都姓李，还是本家呢。哈哈，这哪行？李老师是非常优秀的演员，值得我这样称呼。那边的刀呢？刀拿过来啊！你好歹给把磨过的吧，一会儿让演员手撕吗？哼，单面刃，刀身厚，刀刃翘，刃长20公分，入手轻重合适，适合剔骨和切肉。小肖啊，剧本看了吧？一会儿你就站在他们后边，切肉动作大一点，假切就行，别切到手。其实我可以真切。我刀工还不错。小肖，这和你平时做饭切肉可不一样。切割猪肉很讲究，小刘和老鲍都是专门去学过的。你只懂皮毛，就不要瞎凑热闹。好利落的刀法！我操，刚才拍下来没有？没事，导演，只要你信我，我还能给你表演一次剔骨。老李，搬道具。
侯导，李叔是你团队的人吗？看着好厉害，力气好大。不是，是建组时招的，工作认真，我就让他留下了。这样啊。这哪里是素人？这怕不是真凶手吧？他就是被老三带走，最后被残忍杀害的那个角色。而且那个李叔似乎对他不太一般，他身上有什么秘密吗？你好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萧贺。萧贺、李寒月，过来准备了。坏了，这回是真的要演出生，可这方面我不会啊。咔！萧贺，你个臭小子，演的这是什么？咔！你是要拖他去小树林，不是拖着他去埋尸。咔！那是什么眼神？咔！咔！咔！表情呢？这副模样，你是想要杀谁？婷，你是在演分尸现场吗？抱歉，侯导。没事儿，也是我太心急了，没想到你这块演不出来。没关系，零基础的素人能做到你这样，已经很好了。我有时候真怀疑你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几条人命。你这戏里欲望没有，全是刀人的渴望。算了，先停一停，我另找办法。小李老师，你的包裹寄到门口了，我帮你拿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忘换地址了，谢谢了啊，李叔。小李老师，你快帮我看看这个剧本一会儿怎么演。哎，好的。李叔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李志成看我的眼神已经带着掩饰不住的杀意了。饿了3天，只喝水，看着别人吃炸鸡，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疯癫的欲望。Cut！ 在剧组的这段时间，我已经重新攒到了40积分，得找个新剧本，继续当演员了。泽航，我听说新剧组……萧哥，你要准备在娱乐圈发展了吗？我就是……感觉演戏挺有意思的。我这确实知道一些。最近阿然导演在筹备新剧，是一部现偶。不用，我演不来现偶。抱歉啊，萧哥，我公司最近给我的几乎全是偶像剧，其他的类型我也接触不到。你或许可以去问问侯导。好，谢谢了。萧贺，你过来一下。我认识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儿子写了一个剧本，有个角色挺适合你的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我靠，还得是卓老师。那个，可以问问是什么类型吗？角色又是怎样的？一个武侠的本子，叫《捕盗客》。哦。角色是一个善用剔骨刀的伙夫，不是主演，但戏份挺重要。我想你一定感兴趣。角色坏吗？很坏。好，我接了。你拿着东西走。那群条子肯定已经盯上我们了。我不走，你们根本没有证据，我们怕个屁！呸！蠢货！咱们生意做得太大了，迟早有人眼红。你马上就上山，进了山就一直躲着，不要回来了。那我们一起走。老子叫你滚你就滚！要不是老子现在是重点怀疑对象，你以为老子不想跑？刘可，小李喝多了，刘可好。本想给你介绍个导演，但听卓老师说他已经先下手了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。
终于攻出来100积分了！恭喜获得黑客技术初级，已自动学习。啊，我自己就是计算机专业的，你给我弄个初级黑客？黑客技术初级详情：数据库中登录的初级黑客技术，更有利于您在网络上实施反派任务。这他妈才初级，那更高级的得是什么水平？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接我，肖哥，要不然和我一起坐车回去？肖老师，小李老师，要去哪里啊？我可以捎你们一段。李叔，今天你不留在剧组吗？导演让我再采购一些道具。上车吧，这里也不太好打车。这家伙是什么目的？准备行动了？那我就坐李叔的车好了，再见。好吧，肖哥，拜拜。小李老师不一起吗？我朋友马上到，你们先走吧。肖同学是沪大的学生吧？怎么想着要来当演员了？一些意外和一点运气，而且我也非常想要将朱老三的丑陋嘴脸公之于众。你倒是挺有正义感。李叔，你觉得我演得如何？够还原吗？我不懂表演，但我猜如果让真正的老三看到你，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李叔，你说那个朱老三会不会也知道，有个剧组要拍他当年犯下的命案？他会不会想来剧组看看，点评一下我这个朱老三演员的还原程度？怎么了，李叔？我可不知道这些。说起来，李叔的口音挺重的，以前也是 C 省的吗？怎么到这里来打工了？就是随便来长长见识。毕竟，光是肖同学的刀工就让我大开眼界。肖同学这刀是怎么练的？是剔骨刀法。李叔，你知道吗？削骨讲究效率和美感，如果动作够快，你甚至能看到猎物的肌肉因为神经反射而抽搐，刀下的骨头会忍不住地跳起舞来。哦，李叔，你有经历过吗？可恶，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抱歉啊，前面急刹车，我没反应过来。没事。靠！哪里来的私生都追到这里了！妈的，给我滚下来！是你们先急刹车的，而且你谁呀？我们根本不认识你。哟，跟了一路，装不认识了？给我滚下来！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在全国出名！你先回车上，这里我来解决。靠，成哥，我忍不了这口气。闭嘴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你撞了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明星就能随便给人扣帽子？是你们有问题在先。怎么了？出车祸了吗？那个好像是冉云瑞的经纪人程宏文吧？啊，那车里的是冉哥。走。哎，你别跑啊！事儿还没扯明白呢。你放手！这件事是我们的不对，希望两位不要追究。那你们下次别这样了。人就在这儿，离执法司就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可是没有证据啊。这家伙估计整了容，身份证也是假的，不然执法员怎么会查不出来？肖同学，小李队长，肖同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咦，这不是上次那个新人队员吗？站在执法司门口，一脸纠结，该不会是来自首的吧？我遇到了点事，刚解决完。小李队长，你这是回所里？
遇到点事儿等于犯事被抓，刚解决完等于刚被放出来。唉，还能放出来，说明事儿不大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引以为戒，好好拍戏，好好生活。希望下次不要再见到了。啊，好的。你认识执法员？这家伙的表情怎么跟你背叛了组织似的？他不会真以为我是同类吧？也对，我这罪犯气质，他不起疑心才怪。搞不好他以为我也盯上了李寒月，正好将计就计。那位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我们关系可好了。听说我这边出了点小问题，特意过来看看我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李叔再见。我再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还是想要选那个贱人的，但是还有什么能比我杀死了另一个我更有挑战性呢？让我看看这帮人是怎么操作的。追尾的司机是私生雇来的，已经追了冉云瑞好几天了。这次是为了躲私生才出的车祸，人还在医院。现在私生这么嚣张了吗？直接上演《速度与激情》。我希望云瑞哥不要出事啊！希望能够用我的10年寿命换取云瑞哥哥手术顺利。难怪要给钱封口。这经纪人早就想好了这套舆论操作，虐粉固粉，一气呵成。还算有点底线，没把战火引到我身上，不然我不介意让冉云瑞骂街的视频全网播放。网络痕迹很少，甚至有将近3年的完全断网状态，这也太不正常了。肖哥，现在有空吗？出来聚聚。这么晚，今天下午才分开，太奇怪了。这绝对不是李寒月，她不是这种冒昧的性格，而且我们大学生都有闷劲。这个酒吧的位置离沪大10万8千里，果然是李志成。他盗了李寒月的号，还把目标转移到我身上了。这个邮箱恐怕早就废弃了，但师生里那位队长一直没有放弃，就当是给10多年前执着追查真相的人一个交代吧。等着瞧吧，我朱老三迟早会。爸肯定睡了，别打扰他了。可是这邮箱很重要，爸说过看到了一定要告诉他。什么事儿？爸，你还没睡啊？你之前说的那个特殊邮箱刚刚响了。脸整容了，身材也变了，但是耳朵的形状不会变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朱老三。还有多久啊，执法员？怎么还没来？不亲眼看到李志成落网，总觉得不放心。万一他又把目标换回李寒月身上怎么办？这股血腥味儿，这个时间，这个地点，不是执法员。你为什么要更换目标？还有，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滚！你别不识好歹！我去，赶上凶案现场了，同伙内讧。我靠，什么声音？怎么关不掉啊？救救我！朱老三，吴小华当年也是这样求你的吧？我认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救我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快要死了。
坏了，砍到他了。可我若不反击，死的就会是我。便宜他了。死人了！唉，老喽，心里就装着这个案子，现在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根据最新消息，执法员在现场发现了另一名逃犯石伟的 DNA。据悉，石伟与朱老三多年前就已认识，案发当晚两人疑似发生内讧。目前，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在逃的朱老三。萧贺，快回来补拍，咱们要把这个结局拍出来。萧哥，出大事了！剧组那个李叔死了，他就是当年的朱老三。萧哥，谢谢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每次李志成靠近我，你都会出现。谢谢你。灯光组再补个光。新导演，武侠电影还是网络上映，雷中雷啊！不过对我来说，能杀人就行。我这次的角色叫沈觉，客栈伙夫，同时也是个隐姓埋名的剔骨刀高手。出场不多，但次次都在关键点，还行。唉，可惜了男主江如帅那个角色，赏金猎人，杀人如麻。我要是能演他，积分不得赚翻了。唉，没武打基础，想也没用。你就是个演沈觉的人吧？蒲荣，这次的男主好像还是个童星，后来退圈学武术去了，现在又付诸演戏。蒲老师好，我是萧贺。我看过你玩刀的视频，太厉害了！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能教教我吗？夸张了，随便玩玩，没学太长时间。那你后面能教教我吗？我可以教你武术，或者吊威亚，我手把手教你。可以啊，那太好了！沈觉、江如帅过来了。好了，准备开机第一场戏，各部门就位。进。沈兄，好久不见。你最近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江湖和朝廷都在追杀你，别给我惹麻烦。晚了，江湖谁人不知咱俩的关系，只怕那些人已经追上来了。那就只能将你丢出去。可是你们客栈不是好几天没开张了吗？到时候来的人都住客栈里，老板娘的花也有救了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大恩不言谢。咔，一遍过。你的配合很好，蒲老师的身手好，刚才的动作一气呵成，太帅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萧哥吗？我是燃尽之心剧组的小宋。哦，宋哥，记得。是拍摄有什么事儿吗？是我们的网剧下周就要上线了，希望宣传的时候能帮忙推一下。这么快？这才2个月吧？小成本网剧嘛，正常操作。我们运气好，合作的平台刚好空出来一个档期，就直接顶上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我也是个新号，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忙。没关系，你把账号发我，我们到时候艾特你。好。这次的热度是冉哥主动降的，就是不希望引起网暴。他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希望大家理智看待，抵制私生。尽力了，是扑是火，都与我无关。剧情中规中矩，刑侦恋爱剧，新人执法员女主，大佬队长男主，悬疑逻辑一般，演员演技也还行，不出戏。标准的无功无过无爆点网剧，就这样了吧？热门剧抢不过，经典剧拼不过，冷门剧又爆屁，头发都要掉光了。燃尽之心，杀人魔，没听说过啊？这是内娱可以存在的角色吗？这脸，这气质，天选伪君子啊！虽然很坏，但又怕又爱，这该死的反派魅力。决定了，下期视频就剪他。
喂，怎么了？萧哥，火了！你火了！啊？怎么了？我怎么火了？难不成冉云瑞那边曝光我了？是你演的穆泽火了！你快打开小破传看看。穆泽？真的假的？啊。这个剪辑有点东西，难怪能火。抱歉啊，不小心用你账号点赞了。没关系，肖老师，视频里是你吗？剪得真好，你好帅啊！谢谢。从昨晚开始，我们剧的播放量就激增。我们剧这次可是沾了萧哥您的光了。别这么说，是运气好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对了，很多剧粉在问你的情况，我把你的账号艾特在官号下面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还有，我们导演让我转告你，你势头不错，可以考虑找经纪公司了，不过要擦亮眼睛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自动更新已完成，目前积分369。369、373，为什么积分会突然激增？难道是……原来如此，反派影响力。我之前只想着反派本身，忘了这个。罪行被越多人关注和恐惧，积分就越多。只要有情绪，就能转化为积分。太好了，那我可真是太期待《师生》上映了。朱老三这个角色肯定能让我大赚特赚。肖老师厉害啊！我们剧以后的宣传说不定都要靠你了。你现在也算小有名气了，以后苟富贵勿相忘啊！这算哪门子名气？过几天就下去了。我一没公司，二没营销，好多人还以为我叫穆泽呢。你也该去找个经纪公司了。对，趁着这波流量去看看。我也想啊，但我这只能演杀人角色的限制，哪家公司肯要？还不如现在自由。看情况吧。反正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有摸不准的可以来问我。我也可以帮忙在长辈间问一问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别谢了，快来站好，我给你多拍几张照片营业。趁着热度，赶紧运营账号，顺便帮我们剧组宣传一下。牛啊，领导，你还有这一手呢！少拍马屁，快发出去！老大，你终于想起你还有个账号了。肖哥，你的穆泽太帅了，什么时候再演伪君子啊？没人关心新照片吗？是冷血杀手吧？肖哥，请焊死在你的舒适区。会的，谢谢。这个新人叫萧贺，演技非常不错，小破站相关视频总播放量已超500万。他参演的《燃尽之心》基本是由他一人带火的，是最近最有潜力的新人。是上次追尾那个小子，气势挺骇人，没想到是个演员。既然是有价值的新人，就得想办法争取过来。你先去接触一下。虽然有过不愉快，但他没理由拒绝我们浩瀚娱乐，毕竟谁会不想来呢？好的，成哥。你好，是萧贺先生吗？我是浩瀚娱乐的，我们公司想谈一下签约的事。浩瀚娱乐要签我，这不就是冉云瑞那个公司吗？娱乐圈巨头之一。不知道能否约个时间面谈呢？虽然对这家公司没什么好感，但去看看大公司的合约条件，长长见识也不错。当然可以。浩瀚娱乐在圈内争议颇大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没事，我就去看看。周姐，下午好。小肖来了，今天约了人，我给你找个安静点的位置。好，谢谢周姐。怎么回事？这算什么？被放鸽子了？大公司就这么耍人？徐悠悠，
浩瀚娱乐的艺人。造谣犯法，悠悠是清纯小白花，不可能谈恋爱。哈哈，心静水厚嘛，德不配位，迟早塌房。就算是真的又怎样？演员不能谈恋爱吗？放屁！他事业刚起步，谈恋爱就是偶像失格。难怪放我哥，原来是去处理这事儿。但好歹回个消息啊，说白了，还是不被重视。那是同类的气息，不对劲，这家伙非常不对劲。求求你了，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！难道曝光了一次还不够吗？你还想要怎样啊？哟，你别哭啊！我不是狗仔，我是爱你的粉丝啊！你不是狗仔？对啊，你的每次活动我都参加了，上次你还和我握手了。你看，我这相机里还留下了你好多照片，那只手我回去后都再也没有洗过。不是狗仔，是私生，他居然知道我住哪里。悠悠，上面还有你的味道。抱歉，我该走了。你别走啊！啊！你做什么？快放手！悠悠，你和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你们真的谈恋爱了吗？那你们睡过了吗？你不是说你不会谈恋爱，要专注事业的吗？妈的，谁啊？你管我是谁？你没事吧？小心，他有刀！你也想要从我的身边夺走他？都给我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别乱动，执法员马上到。谢谢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刚出来没多久又犯事了？怎么感觉这次更难解释了？给我个解释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。小唐啊，这件事你做的确实不对，事态再紧急，你也要安排好后续的工作啊，下次可不能这样。这正大光明的甩锅，真当我好忽悠？你先出去。萧贺，我知道这几次见面大家都不算愉快，不过都是误会。我觉得你的能力不错，你看要不要来浩瀚娱乐？你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？只要你加入我们，以后肯定能够大红大紫的。不用了，我和你以及你背后的浩瀚娱乐八字不合。话不要说的那么死。这次你又救了悠悠，我可以帮你提高你的合同待遇。不用。救人只是我个人的选择，我不需要你们回报。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嫌疑人胸口的相机当时一直处于录像状态，将全过程都录了下来。肖同学，这次多亏你及时赶到，不过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可要收下手。我知道了。抱歉啊，肖同学，这几次都误会你了。没关系，只是小李队长，这次的那个私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吗？他身上
还有一股同类才可以感受到的血腥味。除非这个私生还有别的案子。肖同学，是还有别的发现吗？目前为止，我们并没有在昆平身上发现前科。当时他对徐小姐的恋情一事表现得异常激动，并且在行凶伤人的时候还用了野。我担心这其中或许还有其他受害者。什么？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喂，萧贺，你快看热搜，和学友一起上热搜的人是不是你？啊！白 T 恤、牛仔裤、双肩包，不是，我怎么变成徐悠悠男友了？营销号和狗仔疯了吧？是不是你？那衣服、裤子和包，我今早看你出门就是这个搭配。是我，但和我没有关系啊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可要藏好了，千万别被人扒出身份，不然你肯定会被他的那群粉丝撕碎。你现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什么意思？我找人帮你把热搜压一下，你快去联系徐悠悠那边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幸好狗仔们误会了。许悠悠谈恋爱的事瞒不住了，但只要对象不是那个顶流，目前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承认萧贺是徐悠悠男友。悠悠，你听我说，你必须承认你和萧贺的恋情。这怎么可以？我的男友分明是……许悠悠，你想毁了所有人吗？你们的恋情是不会被大众认可的，你不为自己想想你的男友。你如果只是和萧贺这个新人谈恋爱，那最多骂你脑袋不清醒。可如果是和苏胜熙，你们两人都是死罪。阿欣，我……悠悠，你听我说，悠悠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我爱你，但我得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啊。这件事我会处理好，你先藏好你自己吧。这件事不用你亲自出面，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。那萧贺那边，他还救了我。他能上热搜，还要感谢我们呢。顶着你徐悠悠男友的身份，他以后在圈内更好出头。恋情瓜里，男方才是最不受伤害的。到时候，你再装种恋爱脑，萧贺长得就不像什么好人，大家一定会觉得你是被他骗了。你再装受害者，之后我帮你转型，走清醒大女主路线。挺好啊，我人还没到，你就先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小贺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次爆火的机会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你说的爆火是指一群追着我骂的黑粉吧？我可以将你签到浩瀚娱乐，给你 A 级合约，给你一个大 IP 男主的戏。我只说一遍，我不愿意。请问徐小姐，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？自己立不起来，你还指望日子越过越好？我们只是在通知你，你一个没公司没背景的素人，难道还能和我们抗衡吗？你可以试试。该死的犟种，我这就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可笑。我之前不是已经警告过你，爱豆不能谈恋爱？刘姐，我们也是人，也有欲望啊。谈恋爱总比去当瓢虫好吧？做啥啥不行，没上进心就算了，真想直接引爆舆论，炸飞这家伙。再有下次，我是真的不会再管你。别啊，刘姐，我知道你最厉害了，你可是我的王牌经纪人呢。麻烦主动找上门了。
我自然也不会继续退缩。狗仔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能不能拍个全脸？纯路人，根据我多年看帅哥的经验判断，这家伙身材好，脸肯定也帅。悠悠，妈妈不允许你谈恋爱。先顺着 IP 找过去，软禁严了陈宏文那边的水军账号，让他们网络卡顿，减少曝光度。陈宏文说这个家伙也是圈内人，名气很大。有了，目前也在沪市酒店里查到了他助理的入住记录。基本实锤。只要为了流量，这些营销号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抓住目标，即使是顶流，也给你撕下来一层皮。点进来前，这怎么可能？点进来后，我靠，我家房子也烧着了，这个细节对比也太明显了。5年老粉，这个坐姿当时我就觉得有些眼熟了，但我不敢说。可是不对啊，先前曝光出来的那个口罩男大，明显比苏胜奇高啊。我对比了下，和徐悠悠接吻的人身高约1.78米，而口罩小哥身高大概在1.83米。苏胜奇官方身高1.8米，实际1.78米。我知道了，后面爆出来的口罩小哥是无辜挡枪的，好惨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群营销号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快点澄清，叫水军去带节奏。不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水军那边的消息发不出去，他们的网络一直处于战线状态。你在逗我吗？他们的写字楼隔壁就是一栋大楼，肯定是悠悠的对家想要趁机落井下石，重新找水军，联系平台撤热搜。好，这个瓜太大，大家随便吃，我就不奉陪了。你真去救了徐悠悠，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那个私生受了点伤。那狗仔也太不道德了，竟然敢拿着假瓜爆料，想流量想疯了。没办法，当时闹的动静挺大，被他们故意歪曲事实也正常。你就该告他。算了，真要追究起来，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不过，我倒是整理了下这人过往的犯罪记录和社死情报，匿名举报到了执法司和相关单位。这是网络好心人做的，和我萧贺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事儿你还是别再去主动沾边，万一被牵连，说不定还会被骂蹭热度。领导，这个流量可高了，你不趁机宣传一下电影吗？我倒是想，不过为了你不被骂成狗屎，还是算了吧。剧情里，江如帅拿到证据被围攻，好友沈爵杀到，帮他拦下高手。这场打戏就是沈爵的部分。怎么了？紧张了？有点儿。剧组穷的连武术指导都没有，全靠蒲荣这个专业人士顶着。就连对戏的配角，都是蒲荣从武馆来的真高手，唯独我是唯一的外行人。没关系，你就放开了打，我那几位师叔都能配合你的招式。我尽量。你这样说，我才更紧张了。之前攒了600多积分，一直没抽，现在有点手痒，希望能抽个类似轻功的技能。恭喜获得寿命加30天，已自动兑换。恭喜获得寿命加7天，已自动兑换。全是寿命值。恭喜获得猎犬直觉，已自动学习。从这一刻起，您可以敏锐察觉到周围藏匿的猎犬。猎犬就是执法员。好家伙，一个被动识别罪犯，一个被动识别执法员，我这是变成人体识别机器了。这可真是……沈爵，快过来，天色不错，马上开拍。一点用都没有啊！这次好多道具都是一次性的，你尽量省着点用，能一遍过就一遍过。您这是拿我当小日子整呢？
很难想象，我们6个人要在3艘随时会散架的船上展开殊死搏斗。船棚受不了一点力，你一定要收紧力道，千万别让人踩塌了。我们还要还回去呢。江如帅，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交出你身上的东西。阴力驱使的畜生，还配有脸面2字吗？要战便战，莫要惺惺作态。是剔骨刀沈爵，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！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全靠你了。不许走！你们的对手现在是我。咔，过了。终于结束了。我之前不晕船的，但这几天在船上当空中飞人，真是太折磨人了。不错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都不会想要坐船了。可别啊，我还希望以后能够再次和你合作呢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芙蓉，师叔公，您今天辛苦了。马前辈好，马洪武在剧中饰演年长的卜岛客，现实中是真正的武学大师。这位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来我们这小剧组演炮灰，我可不敢得罪他。小小有的剔骨刀法真是非常不错。师承真的不方便给老爷子我透露一下吗？抱歉啊，马前辈，我是真的不能说。我这一剑速成，上哪儿给你找个师傅？这老爷子天天追着问，真头疼。师叔公，您就别为难小贺了。这小子看不出这刀法是真正要人命的刀法，没几十条人命练不出来。我本来以为这萧贺是武学败类，才进组观察，可观察这么久，这小子反倒见义勇为了。难不成真是武学奇才？喂，小李队长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抱歉，我得先走了，去执法司拿我的见义勇为证书。你快去吧。别叫我师叔祖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怎么受伤的总是我？这段路怎么这么多？好像是有几个明星最近都在这边的影视基地拍摄，他们的粉丝就全涌过来了。没办法，我们都不太喜欢接这边的单子。啥？前面的粉丝们打起来了，整段路都堵死瘫痪了。这位小哥，你也听到了，前面怕是走不了了。你看你这要不走几步？行吧，算了，走去吃个瓜，看看究竟什么情况。呵呵，真是拙劣的伪装。想当年，我赵俊在10多个执法员盯梢下，还偷了执法员的钱包呢。我手机被偷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刚才就是你一直在挤我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你不愧是粉随正主啊！他偷影后，你偷手机，真是一个比一个的不要脸！我靠！我说了我没偷，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悠悠？服了，平时都好好的，就他们几家来了，整个氛围都变差了。听这意思，是许悠悠、苏正一、冉云睿、伊曼尔这几家的粉丝聚一起了，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究竟是哪个大聪明，把这几个人凑一起的？我操！吃个花，手机没了。周围的人里，只有这个人的身上有同类的气息哦。把我的手机拿出来。
把东西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你要耍流氓吗？我的手机，刚才你撞我的一瞬，偷走了我的手机。我不知道你的手机在哪里。你看，我这浑身上下就我自己的手机。没有藏东西的地方，但绝对不会错。这家伙最可疑。救命啊！可以帮忙叫一下那边的几位队长吗？我怀疑这个家伙是个偷东西的惯犯。是刀，他身上竟然有刀！你是男的？该死的，该死的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快抓住他！老实点！肖同学，又见面了，真的太有缘了。你们认识啊？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！我们蹲了3、4天都没收获，他竟然一眼就发现了这个扒手。你可是让我们一番好找。来，将你这胸里的东西全部给我取出来，最好再搜个身。我怀疑他身上藏的东西还很多。我的手机好像脏了，回不去了，已经彻底不干净了。小兄弟，你看看哪个是你的手机？可以问问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吗？对啊，你究竟怎么发现的？我自认伪装已经是顶尖，怎么你上来就坚持我是小偷？直觉。啊？对了，之前那个私生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说起来也多亏肖同学的提醒。我们后来经过调查，发现那个叫坤平的家伙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主播，前段时间失踪了。他死了？被那个家伙分食了。啊？那也太惨了！等等，分食不是分尸？案件已经到法院那边，你就少说几句。好的，师傅。抱歉，我也只是想了解一下后续。那家伙死刑多半跑不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说起来，肖同学已经帮我们执法员2次了，回头我们联系一下你的学校，让他们也表彰你一下。不用。如果算上朱老三的案子，其实是3次了。这反派犯罪系统用在正道上好像也挺好。谢谢。没事。肖同学还真是个特别的人，我之前还对他抱有偏见，真是糊涂了。所以人不能只看表面。可是师傅，不是你一开始就在怀疑肖同学有问题的？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肖同学，我让你特别关注他是在考验你。现在看来啊，小李同志，你还得练啊！原来是这样，不愧是师傅，我一定会继续向您学习。去联系老吕，把赃物和挂牌物品对应一下，挨个联系失主。好嘞，师傅。站那里，别动。这 T 恤、这裤子、这鞋，哎，兄弟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能够以一个清晰的角度登上热搜？啊？这标题起的可真标题党啊！笑死我了！打开这条热搜前，我没想到会这么好笑。只有我好奇这个女装大佬到底长什么样吗？求照片。只有我觉得这个抓头的小哥很眼熟吗？这个熟悉的穿着搭配以及熟悉的帽子和口罩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马上又要废一套衣服了。谁懂啊？我就喜欢这几套相同的衣服换着穿。结果你们这群眼尖的网友废了我一半的衣柜，我真是恨啊！所以老肖，你真的在现场抓到一个女装大佬？重点不应该是小偷吗？
嘿呀，都一样了，快给我说说当时什么情况。兄弟，你是这个，换我肯定没你那么笃定。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凡尔赛啊。哎，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好了，说正事。我这里有一个大剧组的试镜消息，我猜你应该感兴趣。正好你明天就杀青了，可以顺便去看看。啊？我？对啊，那个角色蒲蓉又不太合适。喂，我还在这里呢，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人家要阴翳残忍的反派角色，你确定你行？那当我没说。什么角色？谍战片，特工队队长，全剧重要反派之一。虽然算男四，但在剧里戏份还挺多。谍战片啊，那个时代的反派手上肯定沾满了血，系统积分应该少不了。这样的大饼没人抢，抢疯了。所以之前预选的几个演员杀红了眼，目前都来不了了。信息量有点大，我不是很想去他这趟浑水。放心，经过连换5次演员的事儿，剧组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演技，贴合角色，不作妖。我觉得你肯定行。等等，5次，这角色是客演员吗？第一个资本塞的，脚踏2只船，被金主原配捅出来，踢了。第二个，被第一个怀疑是告密者，出门被车撞了，还在扬腿。第三个，等不及，早进了别的组。剧组真的不打算找个大师看看？看了，制片人找了个大师，说第4个演员克财运 pass 了，还真找了。结果反转来了，第5个演员是和那个大师串通好的，骗了制片人一笔钱。现在大师和5号一起被执法员请去喝茶。这是什么人才想出来的竞争手段？那4号呢？4号觉得大师说的对，退圈回家继承家业了。6。不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？你猜？不猜。真没意思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情况，这是苏胜熙目前所在的剧组。苏胜熙，徐悠悠对象？我最近表现还行吧？你就这么想，我死了。这要是被扒出来，徐悠悠真假男友同剧组，多抓马呀！那事儿你本来就无辜，总不能因为怕被骂就不去吧？这次机会真的很好，我不。可惜了，这个角色超级坏，杀了许多人，一般演员还真撑不住。我当然要去，我只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那段过去，铭记历史。苍星闪耀，我试镜的角色叫孟泽天，特工队长，专门抓捕主角这些潜伏人员。都是生面孔，看来都是3、4线的小明星。这样还好，至少我可以本色出演，问题不大。我靠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这家伙是谁？陈玉林怎么会来？他的资源还不够吃吗？来我们这儿抢角色？嘘，小声点。完蛋了，他一来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陈勋礼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之前没长期，现在剧组选角拖了这么久，正好被他赶上了。这家伙是个强劲的对手。没关系，演技硬碰硬，我未必会输。21号，萧贺。我操，刚才那个是莫泽啊！真的假的？他一直戴着口罩，我都没认出来。没想到他也来了。师生里那个杀人魔，小破站上可火了。完了。
哎呀，很血色。导演文宏远，编剧谭院，制片人马千佑，还有男主张默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萧贺。是穆泽啊，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年轻人。原来他叫萧贺，你看了半天，连人演员叫啥都没记住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嘛。穆泽是神经质的疯批，孟泽天是清醒沉沦的狠毒，气质很像，但又完全不同。这个萧贺太年轻了，恐怕演技还不够。让他演这个。这是孟泽天死前在男二面前卖惨求生的片段。这段戏既要演出求生的恐惧，又要表现出虚伪和狡诈，还得演出演的状态，在哀求中藏着杀意。这可真是考验演技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小子有东西。这次来的人就那些？都没我们有优势。导演只要不眼瞎，肯定会选你。那就回去准备进组。好。喂，马制片。哈，已经确定了，没有选上，能问一下是谁吗？萧贺，那是谁？好的，谢谢马制片。这个萧贺是谁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新人。该死的！我好像知道他好像就是演穆泽的那个演员，就是前段时间小破站上特别火的那个杀人魔。什么阿猫阿狗？好，萧贺是吧？我记住他了。你不会成功的。我们会赢，会成功，而你不配看到我。虽然还有些生涩，但这眼神变化和独特的气质，已经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了。很好，就他了。恭喜啊，试镜过了，明天去签约，直接进组。领导，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！无缝进组，看来要在新剧组跨年了。快收拾，拍最后一场戏，然后麻溜的杀青滚蛋。知道了。这真的值得吗？怎么不值得？我江如帅做补导课，讲究的就是撕榜拿钱，财货两系。谁能想到，搅得几大势力鸡犬不宁，只是因为一个孩子身上全部的家当。这一枚铜板，我不懂。怎么能不懂呢？这就好比沈兄你明明有那么多好酒，却只愿意给我开一坛最新的桃花醉一样。珍视的东西不同，价值就不同。想喝酒就直说。如果沈兄愿意将你珍藏多年的那坛穷情醉拿出来，我也可以考虑把命卖给你。你什么时候还完我的钱，什么时候给你喝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等等我！兄弟，你走了，以后谁陪我挨领导的骂呀？平时我也不挨骂。你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，以后来我们武馆给你打1折。是打赌折的折吧？只要挑战馆主成功，就能永久免费。想打死我直说。阿浩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明星吗？亏你还知道回来啊！什么大明星啊？你这个小破站90万粉的美食 UP 主也好意思说我？不是早就搬出去了吗？怎么舍得回来了？阿浩平时为了拍视频，租的都是带高级厨房的公寓，怎么会回宿舍吃泡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肖哥，我账号没了。什么？怎么就没了？
我卡在90万粉，想冲100万，就签了个叫创新的机构，他们说能帮我推广，结果他们给我恶意灌流，刷假数据，导致平台判定我数据造假，账号被降权，软封禁了。等于是被半封杀了。对，然后那家机构反过来告我违约，要我赔钱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们就是个挂着大公司名号的骗子机构，合同里早就埋了坑。这么说，阿浩是被套路了。我找律师打官司，但他们经验太丰富了，根本不怕。我现在不仅账号没了，还背着官司，搞不好要倾家荡产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重开呗。正好音符平台势头好，我信号2边发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可以露个脸什么的。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好兄弟！你都不知道你在小破站有多火，这流量要是给我蹭到，你就是我的再世义父。好啦，正好我没公司，这流量我也吃不下，你帮我分点。谢谢你，肖哥，真的谢谢。不过我最近可能不行，得等我找到新住处才能拍视频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我明天也要进剧组了，你处理好了告诉我，我过来找你。行。那个机构叫创新，呵呵，看我创不死你。什么？电脑中病毒了？我雇你们来就是干这个的。于经理，这个病毒我们从没见过，怀疑是国外黑客攻击，我们正在全力排查，但需要时间。那就报警。经理，这个怕是不行啊，您要不要先看看电脑？全公司的电脑都这样。对啊，于经理。那还不赶紧断电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就完了。不行的，程序员说了，一旦断电，电脑都会报废。刚才您不也让我们别断电吗？那你们快想办法破解啊！这些损失你们赔得起吗？救不了，建议直接报警。你也别用这些话术威胁我们。哈哈，无良公司，这下死定了。喂，举报中心吗？肖哥，那家坑我的公司被查了，那个于经理直接被拷走了，哈哈，真是现世报，太爽了。那确实太好了。叫他使坏，叫他压榨员工，活该。我先走了，保持联系。好嘞。藏星闪耀，艾滋加项目，投资1.4亿，男一是师弟张默，男二是流量苏胜熙。最抓马的是，女一伊曼尔是苏称星女友徐悠悠的对家，有热闹看了。好冷。萧贺过来了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萧贺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新演员萧贺，饰演孟泽天。大家好。你好，我之前听刘泽航提起过你。世生剧组的刘泽航，看来他帮我打过招呼了。谢谢。我初来乍到，还要多向伊老师学习。叫我伊姐就行。这大剧组就是不一样啊，无论咖位大小，人人都带着助理甚至团队。苏成熙和伊曼儿更是浩浩荡荡10几人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单枪匹马的新人还真是有点格格不入了。一会儿你去和萧贺打声招呼。刘姐，我马上要拍戏了，实在没时间。随你吧，我先走了。你最近低调一点。好的，刘姐。真是个老太婆，屁事真多。萧先生你好，我叫柳如兰，目前是嘉兴的经纪人。我非常看好你，希望你考虑我成为你未来的经纪人。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我的履历，希望下次见面你能给我答复。这位效率真快，他刚才还特意强调了目前是。这位柳经纪人是想单干啊，那还
挺不错。这通电话，昨天只有你碰过，结果李硕那边的任务就失败了。你说巧不巧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孟队长。白记者还是这么胆小。好，可以，这条过了。你这几天可真是把苏正邪得罪死了。不就是正常的走戏吗？自你进组，他和你搭戏经常 NG， 你让他很没面子。苏胜熙咖位大，背后有资本，除了老前辈，其他演员都让着他，这都快成潜规则了。你没经纪人带，没人提醒你。随便吧，他还能把我踢了不成？那你自己注意吧。穆泽的长尾效应又攒了5次抽奖机会，最近没刀人，寿命又减了。哎，不管了，梭哈，系统之神啊，多来点寿命值吧。恭喜获得寿命加60天，已自动兑换。恭喜获得记忆回溯胶囊1，已自动收纳。恭喜获得绝佳攀爬，已自动学习。记忆回溯胶囊可回忆起第一案发现场的所有细节，以便构建完美的谎言和证词。绝佳攀爬，杀人放火、完美逃脱的不二选择。总共100天寿命，还行，但这胶囊是一次性的，先囤着。绝佳攀爬，下次或许可以试试犯罪动作片，履历上写个会徒手攀爬。是同类的气息，这个保镖身上怕是不太干净。车里的人不是苏胜熙，那是谁？奇怪。肖哥，你怎么直接过来了？还在录？呐，提前录点素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鹤，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同床3年的大学舍友。谁跟你同床了？别说那么恶心。我问你，咱俩上下床是不是用同一个梯子？滚！别损坏我形象。肖哥，你变了，是不是得和你算算我的出场费了？不要啊，义父大人，区区金钱怎能撼动你我的父子情谊？看你表现吧，我饿了，赶紧的。行，义父大人，这边请。来，随便坐。这次我不仅做了火锅，还做了这个。这啥玩意儿？我来做客，你给我端了个头上来。这是我用巧克力捏出来的，你看是不是很形象？你哪个脑袋想出来的？我是真想直接报警抓你。肖哥，这就是我看了你演的杀人魔之后产生的灵感啊！你想想，杀人魔享用美食，然后舔舐着自己的作品，露出变态而阴冷的笑容。你个死变态！我还专门准备了这个，不错，配上你今天这套黑衬衫，简直完美。难怪昨天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穿黑衬衫过来。嗨呀，来都来了，试试呗。这已经是极限了，别得寸进尺。好吧。Hello 呀，欢迎回到何小帅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欢迎我们穆泽的扮演者肖鹤。好了，先吃点东西吧，我录个视频。你这个头骨骨骼还原的相当不错，是认真研究过的。借了隔壁医学院大佬的真人头骨研究了一下，嘿嘿。难怪。那我开动了。放心，随便吃。这个脑袋瓜一天天的究竟在研究什么东西？哎，不错，快抬眼。就是要那种写字落在唇边，眼神阴翳的感觉，完美。这还是我认识的萧鹤吗？你一定会爆火的。借你吉言。他们在看什么？我操！怎么了？肖哥，
我们楼上着火了，还有一个小孩困在上面。什么？天啊，救火车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救火队的人呢？我操，肖哥！救火车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住了。我的妈呀，他们在想什么？这是在谋杀吧？天啊，肖哥怎么办啊？我们能帮上什么忙？我操，肖哥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救人，必须救人！系统这次给的绝佳攀爬技能来的还真是时候。你家里还有人吗？原来是说不了话，难怪一直不哭不闹。我知道了。兄弟牛逼！我操，真是见到活的蜘蛛侠了！这哥们儿直接徒手爬的啊，帅炸了！兄弟，你是这个，我这辈子很少佩服谁，你算一个。没事，举手之劳。你是木泽？我是木泽的扮演者，我叫萧赫。萧赫，你演的木泽我超级喜欢，没想到能见到本人。小轩，我的小轩，没事没事，妈妈在啊，不要怕。你好，你是这套房子的主人吗？是的，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女儿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女士，这次救人的是你们楼里一个小哥，徒手爬了4、5层楼，太厉害了。徒手爬楼？我靠，肖哥，你这是从哪里进修回来的？我啊，其实有了一个金手指，一学就会了。不愧是我肖哥。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。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不可。你这个扫把星，把家都烧了，我打死你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这个扫把星生了个不会说话的小造星，现在还把房子烧了！老天爷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妈，现在是房子的事儿吗？小轩差点就死了，就该死，怎么就没死成？谁救的人？真是吃饱了撑的。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救人还有错了？对呀，你怎么救的人？是不是趁乱偷我们家东西了？还有那门是你踢的吧？这门的钱你得赔。哈，大婶儿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救火还有错了？那就该一把火把你家烧干净。门是我们踹的，物业3令5申不让带电瓶车电池回家充电。你倒好，不仅带回去，还把小孩一个人锁在家里，小孩差点就死了。你现在还到处找别人不对。妈，我不是说过不要带电池回去吗？你今天去哪里了？小轩连求救都做不到，你差点就害死了他。怎么，我就不能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吗？他自己蠢，不知道救火，真是废物。所以你就是重男轻女呗？肖哥，本来刚才我还想要确定一下，但现在看来，应该不用了。喂，执法员同志，我怀疑这里有人在虐待儿童，还请你们赶快过来。啊，虐待儿童？谁？自然是他。你在说什么，狗种！你故意的！我要叫执法员抓你！我躲开还有错吗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都可以为我证明。刚才想讹我们，现在直接碰瓷了。妈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真的想害死小轩吗？你好，是你报的警。我们路上听说了，你就是那位救人的小哥吧？是我，执法员同志。我救下小孩后，他剧烈咳嗽导致呕吐，我们从他的呕吐物里发现了未消化的白色药片，结合他精神萎靡的状态，我怀疑他被人喂了安眠药之类的东西。什么？你放屁！小轩最近没生病，胃里为什么有药片？那安眠药不是你说自己失眠买的吗？你平时就给我的女儿喂安眠药。我没有，他瞎说，那是维生素。维生素？你之前不都自己偷偷吃了吗？
你会好心喂我女儿吃？你倒是观察的挺仔细。我对药片不熟，是隔壁邻居那位女士正好是护士，她对这类药物比较敏感。这孩子反应迟钝，我还以为是天生的，直到邻居姐姐发现药片，我才明白是药效在起作用。再看这大婶的行为，很难不怀疑，她不会是想故意谋杀吧？不过看她心疼房子的样子，应该只是蠢。后续来了，那个大婶确实没有害小轩的意思，但虐待实锤了。她每天给小轩喂安眠药，然后自己出去打牌。结果呢？那位于女士果断离婚了，她丈夫没留住，小轩以后归她抚养。至于那个大婶儿，虐待罪加失火罪，数罪并罚，要进去蹲1到3年。该。家人们，抓到真的木泽啦！本人叫萧贺哦，是个非常好的人，人超帅。你怎么上热搜了？啊，我又上热搜了。我去啊，萧贺，你跟我藏拙是吧？你这都快赶上蜘蛛侠了，有墙你就爬呀！之前你也没问过我。6。对了，看视频你手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小破皮。那就好。那啥，导演叫你找机会发个动态，顺便宣传一下我们补刀课。今天杀青。你们杀青了？我怎么听说领导又拉你去补拍了？我们说杀青就杀青了呗，正好趁机狠狠蹭你一波流量。行，我马上就去发，这热度不用白不用。还以为他忘了我呢，居然这么专业，还挺意外的。如果你愿意让我当你的经纪人，这件事和以后的事，我会帮你处理好。这么直球，还挺加好感的。你准备出来单干？年后可以找个机会面谈吗？行。我靠啊，肖哥，你这回是真的火了，全是热度和流量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还行，这牛肉今天老了一些。肖哥，这鸭血好烫，好吃。也只有你还能这么淡定了，习惯就好。肖哥，勇敢的去吧，我帮不了你。小贺，你胆子大了，命都不要了，那是多高的楼啊，摔下去扣都扣不起来，你真当自己是蜘蛛侠啊？妈，别啊！我错了，那不是一条人命吗？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今天跟谁跨年呢？剧组不放假吧？妈，放假了，我正和何俊浩一起吃饭呢。阿姨晚上好啊，提前祝你新年快乐啊！小浩啊，新年快乐！你们最近怎么样？叔叔还总是说起你们，本来打算回来看你们的。到底谁才是你亲儿子？儿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剧组没人欺负你吧？对了，我给你打的钱，你别再打回来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混得不错。对了，我遇到鲍维了，还给您要了亲笔签名。真的吗？你这臭小子能见到鲍维？快把签名寄过来。好的，妈。感谢鲍老师救我狗命。萧贺，见义勇为。这个小子必须死！都是那个该死的朱老三！如果不是他突然改变主意要杀这个小子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！对，还有这个小子，都是他们逼我的！他不会真是个反派吧？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可能是救人激发了潜力。算你厉害。不就是让你多恩基了几次吗？至于这么记仇？唉，反正你的经纪人马上就不要你喽。目前我们成立的工作室没有其他艺人，只要你愿意来，你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艺人，所有重心和资源都会倾向你。
我这些年在圈内有自己的关系网，资源方面你不用担心。这绝对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。柳如兰的能力，从苏胜熙谈恋爱却没掉一个代言就能看出来。你为什么选择我？签下你，是我所有选择中的最优解。你有实力，有上进心，不追求流量，人品不错，还没有签过公司，没有合同官司，我想不出比你更好的选择。好的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我以后就叫你刘姐吧。可以。以后登录平台记得切换小号，小号上没发什么不该发的东西吧？没有。谈过恋爱吗？现在单身？没有，一直单身。有过三不沾的经历吗？校园时期是否有霸凌行为？过去有没有黑历史和原则性错误？没有。父母家庭状况如何？家中是否存在失信人员？都没有。好的，你的情况我大概明白了。希望你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现在再回忆一下，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对了，我之前还上过几次热搜，不过都没露脸。一次是救徐悠悠被狗仔拍到，一次是冉云睿车祸，我在车上，还有一次是抓女装大佬小偷。我知道了，这些事你都不用管，我会全部帮你处理好。好的，谢谢刘姐。大家辛苦了。什么情况？你竟然能挖苏胜熙的经纪人？是刘姐找的我。谢谢伊老师这段时间对萧贺的照顾。没关系，刘姐，这是离开嘉兴娱乐了？有了一些别的规划。哟，我当是什么厉害角色，能让刘姐主动离开嘉兴，原来是个救人的大英雄啊！我还想会是谁接手我的工作呢？原来是你啊，田恒。你也真是的，还是急性子，一声不吭就走。正常工作变动，没必要广而告之吧？倒是某些人，我给个忠告，小心找着金砖摸着屎。那就希望你和你的金砖未来红红火火。刘姐，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田恒那家伙心眼小，你好好拍戏就行。今天下午会有粉丝来探班，你们提前做好准备。粉丝探班？我们没有收到通知啊。我们昨天就派人通知了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谢谢马制片提醒。这件事确认没人通知你？没有，群里也没发。只会耍这样的小心机。你们下午是什么戏份？是我演的孟泽天，抓捕苏胜熙演的白明川。那就破案了。剧本上又是踹又是打的，你演好了，妥妥送你上黑热搜。演不好也能送你上热搜啊？还能这样？这里可是连敬业都会成为卖点的娱乐圈。那找导演换戏份？不行，你敢换，他们直接送你上热搜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正常演你的戏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这点小伎俩，都是我玩剩下的。下午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好好演戏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我明白了，只是刘姐那边怎么还挂念你的老经纪人？怎么会？我只是想说，他可不是省油的灯。你既然来做我的经纪人，想来肯定比他厉害，不会牵扯到我。那是自然。你知道童军辉吧？童军辉，当年他退圈还有我一半的功劳呢。柳如兰之前带的那个影帝。好了，不说这个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就放心吧，柳如兰不是我的对手。知道了。你好，萧贺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，超级喜欢你的穆泽，你元旦救人也超级帅，可以和你合影吗？当然。
你们是怎么知道这次探班消息的？是苏胜熙粉丝群传出来的消息，我们几个正好在护士，就组团过来了。谢谢你们专程来看我真的超级开心，还以为不会有人来呢。不会的，肖哥，你现在超火，很多人都想来看你。你们不觉得我很凶，像是坏人吗？演绎和外表不能代表内心，但关键时刻下意识的行为绝对骗不了人。就冲肖哥你主动救人这点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听现场的人说，肖哥你的手受伤了，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儿，都结痂了。这是群里一个粉丝宝宝托我带给肖哥的，说是可以祛疤。谢谢，让他破费了。谢谢。这是萧贺给大家准备的，谢谢你们能来看他。你是刘姐，你不是苏胜熙的经纪人吗？我以后就负责萧贺了。咦，你不去看曼儿姐吗？准备走了。抱歉，文导，粉丝们太热情了。白记者，又见面了，看到我很惊讶吗？孟队长找我，有何贵干？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。你们这阵仗，倒不像是让我配合调查。白记者，你不会真被自己写的那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洗脑了吧？我们抓人，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些？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情报，或许我还可以给你父亲留一具全尸。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父亲与那位相识，你这样抓我，不好交差。别拿你父亲压我，不过是一条狗。搜。孟泽天，你就是在公报私仇！想激怒我？别太过了，兄弟，我都快憋不住笑了。想利用粉丝网暴我，等着吧！将人拎起来，搜他的身。干什么？报告，没有。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就是公报私仇。孟队长，抓到人了，这不是白明川吗？快说，情报藏在哪儿？不是我，他孟泽天就是公报私仇。真没有搜到吗？孟大队长，您看，任小白的父亲白社长可是上面的红人，没证据的话，还是别闹太难看。东西我放在孟泽天身上了，你先回去找你父亲闹一闹，我去找张首领开个宴会，务必在萧何回家前把东西偷回来。我明白了。苏苏好辛苦，一定要好好休息啊！天哥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今晚我就让萧何在娱乐圈除名。他还真的搞事情了啊！我怎么没看到？有没有可能是故意化的战损状？目前舆论还没完全起来，等会儿时间再晚一点，关于你剧组霸凌苏胜熙的热搜就要上来了。谁？我？当着近100个粉丝和上百位剧组人员的面霸凌了苏胜熙？对啊，都是他们惯用的小手段，你要学会接受。那我们提前压热搜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当然不。这是在拍戏吗？打得也太狠了吧！苏哥叫的好惨，故意下死手吧？我从探班回来就忍着了。苏哥下戏时还难受的揉肚子，他真的太善良了，我哭死。这个演员是谁啊？有红眼病就去治。是那个穆泽的演员吧？相由心生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对，将剩下的钱全部投进去，继续买水军辱骂萧贺，密切关注风向，不要牵连到家人朋友。继续投入20万。这就是有钱人的实力吗？
最近别看网络上的东西，会影响你心情。刘姐，你投这么多钱，不怕亏本吗？放心，不会亏本。要培养出一个流量、演技双在线的影帝，必要的投资是应该的。你安抚好家人朋友，我已经让水军控制范围了。好。喂，这个阵仗也太猛了，你们收敛一点，不要引起路人反感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们家粉丝太猛了，这件事已经失控了，哥。那你们快去引导风向，不要让事态进一步扩大。坏事了，这可不是柳如兰那个疯婆子的风格。我服了，真没工夫陪你们闹，能不能别影响其他人的网络环境啊？有一说一，我去找了完整视频，你家哥哥那过肩摔配合的好假呀，生怕给自己摔疼了。下午不还营销敬业吗？怎么转头就网暴对手戏演员了？这么敏感，建议滚回去演偶像剧。一个18线小咖当着上百人的面欺负你家顶流哥哥，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？这个疯婆娘竟然是在搞捧杀，让粉丝的火烧到苏正熙自己身上。我操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陈雨林刚才手滑给我的评论点赞了。陈雨林，他来凑什么热闹？关他屁事！破案了，苏正熙是不敢得罪资本，才忍气吞声。小道消息，萧赫现在的角色就是抢了陈玉玲的。艾特藏星闪耀剧组，快点换人！蠢货！事情失控了，陈玉林那个蠢货也下场了，你赶紧发动态澄清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会让助理发的。谢谢大家对我家演员萧赫演技的肯定，他拍摄一向敬业认真，所有动作都是提前排练好的视频。为什么骂得最凶的几个粉丝是在同一个 IP？ 好难猜啊！艾特嘉兴娱乐田恒，田大经纪人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天啊，我竟然都不知道萧赫背后有资本。浩瀚娱乐陈雨岭，你有什么线索吗？千万别藏着掖着啊！我还指望着靠他躺赢呢。刘姐，你这是直接开战了？官方下场给萧赫站台，我没看错吧？从小破站来的，萧赫真男人，不做解释，就冲他救人那件事儿，我无脑支持他。你们把角色行为上升到演员身上，是不是有些傻吧？当我们这群木泽粉死了吗？不是正规军，纯路人，建议大家去看链接这个视频再说话。小孩还在上面，怎么办啊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是真人蜘蛛侠吗？比利说他打苏胜熙，苏胜熙怕不是当场就要进 ICU 了。这可是10几层高楼啊，多看一眼都头晕，太帅了！一个连命都不要去救人的好人，会被你们网暴成这样，我反了。小破站那个 UP 主是你的朋友？大学舍友。他说黑红也是红，不蹭白不蹭。这人还不错，这次也别忘了感谢张队长和小李队长他们。这是自然。事情告一段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去剧组有好戏看。好的，辛苦刘姐了。不好，是同类的血腥味。你是谁？走错房间。杀猪刀造成的伤口。你谁啊？黑粉吗？快走！信不信我叫人了？系统抽奖。恭喜获得寿命加30天，已自动兑换。恭喜获得危险闪避，已自动学习。恭喜获得谎言艺术，已自动学习。被动技能触发了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操！啊！杀人了！站住！别追！别追！小心他的刀！我马上报警！怎么可能？电梯还停在9楼。你没事吧？你可是我们剧组换的第6个演员了，可不能再出事了。
我没事，你报警了吗？他们马上来。怎么回事？你们监控呢？那个人跑哪儿去了？抱歉，我们今天酒店的监控突然出了问题，正在抢修，可能没办法提供监控画面。什么？怎么就这么巧？你们该不会和那个黑粉是一伙的吧？真的，1个多小时前监控就开始闪雪花屏，我们怀疑就是那个家伙弄的。说说情况。对方大概1.78米，很瘦，戴着帽子口罩，手上有很长的伤疤。我追到拐角他就不见了，电梯和楼梯口都没动静。我怀疑他躲进了某个房间。你们监控呢？执法员同志，我们监控正好坏了。这层楼的房间都住满了吗？是的，主要是清光如初剧组的人。立刻对这层楼的每个房间进行安全检查。肖同学，麻烦你全程跟着，方便辨认。真他妈的服了！几点了，敲你妈敲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执法员，例行检查。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对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方便进来检查一下吗？这侵犯个人隐私了吧？我操，还有这种事儿？那赶紧找啊！太吓人了！你们这安保太离谱了，万一以后再发生怎么办？我的私生可比这些胡咖多，怎么保护我的安全？说谁胡咖呢？谁？徐小姐，我们这边有些突发境况，可以开下门吗？抱歉，不太方便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刚才发生了一起杀人未遂案，我们怀疑嫌疑人逃进了这条走廊的某个房间。为了你的安全，请开门让我们检查。谢谢关心，我真的很安全，只是现在确实不方便。抱歉啊，执法员同志，我女艺人胆子小，可能是被吓到了。我跟她说说。这还等什么？人肯定在里面，强闯进去，人质怎么办？这臭小子！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，请你不要将那件事说出去。这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。被抓住了把柄，难怪他刚才那么奇怪。去开门，该怎么做，你明白吧？我明白。瘾要犯了，趴下！哎呦，不准动！执法员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肖同学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他上来就要捅我，我都是懵的。难受。小李，打急救电话，这人多半是瘾犯了。好。这是什么倒霉人生？又被执法园盯，又被同行杀，我两边都不能活了是吗？小李，叫他们速度快一点，这家伙的毒瘾不太对劲儿。喂，急救中心吗？这里有人。都散开，保持通风。难怪这么弱气，原来身体早就被掏空了。吸和饭的人都贱得要死，刚才就该多揍几下。各位，麻烦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。张队长，我以为我们挺熟了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你小子笔录的时候一问三不知，现在跟我套近乎。我就是无辜的。你已熟练掌握谎言这门语言艺术，高级测谎仪和吐真剂都无法让你吐露真相。被动比危险更快，关键时刻可将你的闪避概率提升至100%。技能倒是好用，就是什么时候能来个格斗或者轻功啊？我也想体验一把飞檐走壁的感觉。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，至少我还活着。
算了，不能太贪心。不知道1万积分的抽奖词里有什么好东西。没你的事了，回去吧。啊？刚才医院传来消息，嫌犯死了，长期混吸不同毒品，器官衰竭，没救回来。死了？很好，死无对证。另外，刚才我们对酒店排查，发现了另一具尸体，那才是石伟原本的目标。他是在逃通缉犯，性格偏执狂躁，杀你确实是顺手的事儿，你只是被连累了。执法员同志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成顺带的了。那个，你们怎么确定他是冲着别人去的？酒店那桩命案比较特殊，大概率是石伟在复刻自己当年的案子，挑衅执法员。这个案子已移交其他部门，不方便透露太多。又一个复刻命案的神经病。这个石伟其实已经在网上黑你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还加了黑粉群，多次扬言要让你去死。这件事你告诉你经纪人，平时多注意。好的，谢谢。所以真是黑粉，我还成顺带的了。坏了，我成小丑了。成哥，你家艺人没事吧？幸好啊，我家小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他，不然多吓人啊！这次确实多亏萧贺了，我和悠悠都很感激他。听说上次悠悠差点被私生捅伤，也是小肖帮的忙？好像是的。是吗？哎呀，我们小肖就是热心肠，这么好的精神，如果能传递给粉丝……别急，我觉得还是低调些好。萧贺最近网上也挺高调了，不必所有事都公布出去。那怎么行？小肖最近因为舆论，事业影响很大呢。我们就想利用这些事好好营销营销。刘姐，您看这样，我们浩瀚娱乐明年有个项目。我要是没记错，今年6月，冯导有部戏要开始选角了吧？刘姐，这个名额我们家小冉就靠这个转型的，又不是抢你家冉云瑞的，只是让你们公司多添一个名额罢了。行啊，但这只是个试镜机会，你家萧贺不争气，可别怪我。放心，肯定比你家的有机会。萧贺，明天上午10点，试镜机会。发生了什么？肖老师啊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盛熙特地给你带的早餐。肖老师，你这肯定是能爆火的命，要演技有演技，要人品有人品，救人的大英雄啊！如果不是刘姐抢先一步，我肯定签你了。谢谢田经纪人关心，但我昨天没休息好，能让我安静一会儿？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刘姐，他们这是在发什么病？他们以为你昨天是被苏胜熙的伪粉袭击了，现在自然不敢得罪你。你现在可是剧组的重点保护对象。啊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当然是为了保护你啊！网上舆论那么凶，你又正好遇到危险，警车、救护车都来了。马制片那个大嘴巴回来到处说，传着传着就变成了你被苏胜熙粉丝追杀，差点进医院抢救。我去网上帮你宣传一下，让他们尝尝舆论反噬的滋味。算了，本来就是凑巧，没必要把锅甩他们头上。行，但这事好歹是他们先动手的，该有的赔偿不能少。我去帮你撕几个资源下来。刘姐，不愧是你。苏胜熙可是块大肥肉啊！哇，兄弟，你毕设打算怎么搞？我头都快秃了。我靠，我的毕业论文！我之前拟定了一个题目，但后面忙着拍戏就忘记了。完蛋了！我导师刚才来催我了。我也得赶紧做。我的导师还是我们院的副院，最可怕的那个。先不说了，我去看消息。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
们才是疯子，一头扎进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事业里。我靠，差点就同情上他一个叛徒了。他的演技又进步了，上次试镜还很生疏，现在已经能将情绪完全感染到别人。他真的很有天赋，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新人，比旁边那个苏胜熙好上不止几倍。唉，看来我也得努力了，不然要被后辈比下去了。张老师说笑了。听小道消息，6月冯导要筹备新电影，你可以去试试，竞争肯定激烈，做好准备。好的，谢谢张老师。恭喜肖老师杀青。谢谢。这段时间辛苦苏老师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刘姐，你出来单干，该不会有部分原因是这个苏胜熙吧？当你在厕所工作，虽然臭，但能忍。可要是厕所里的屎不小心沾到身上，那就只想赶紧辞职了。好的，懂了。这就是我儿子。喂，刘姐。师生剧组通知要开始预热了，竞争5一档。这么快？我以为是暑假档。你的答辩时间是什么时候？5月初，第一批。到时候的路演我可能去不了。主要是你的答辩没问题吧？你可千万别毕不了业，不然到时候我还要帮你洗地，我很难的。这倒是不用刘姐担心了。那行，他们会提前1周点映，你到时候跟一下。首映就别去了，回去答辩。刘姐，你这么怕我毕不了业？那倒没有，主要是听说你演的那个角色太过分了，我怕你去现场挨打。还是少把那张脸和你现在的脸联系在一起，免得角色绑定了，你日子不好过。我真是谢谢你了。把原型案件所在省份作为点映第一站，侯导真的很有勇气啊。肖哥，你不紧张吗？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还好吧？你很紧张？有点。这部电影的成绩关系到我跟公司的续约谈判。我操，这请本人来演了吗？这差别也太大了，难不成是智能换脸？可惜了，这放在大银幕上肯定很割裂。看来这次侯导要翻车喽！侯导新作惊现智能换脸，已有取死之道。叫麻花叫，老不死的畜生玩意儿！每天大清早就晓得闹，老子就是要给他宰了！给老子滚去厂里！你弄得血哇哇的，吓到别人怎么办？原本以为朱老三这个角色会是败笔，没想到像，太像了，气质和演技都相当到位。那双冰冷的眼眸，如果不是演员看着才20来岁，我都怀疑是逃犯本人了。就这样结束了？可恶，真的抓不到他吗？我去，剧组这么勇，竟然敢改写结局！昨天凌晨，在沪市海滨区某酒吧负1楼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据悉，死者名为朱德山，C 省卢氏人。经执法员调查，对方正是27年前犯下荣头屠宰场灭门案的逃犯之一。确认了吗？老师，您稳住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果然是他。他这些年日子过得如何？很差，一直在做体力活，3餐不定，身体外强中干，并且在他的胃里发现了肿瘤，是恶性的。这畜生死得好。本来是8点7分的神作，导演偏偏要在最后来个狗尾续貂，强行弄个死亡结局。导演，你过来，这突然拉出来的狗屎是不是你干的？感谢大家的到来，
这位是我们的编剧张老师，这位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萧贺。请问萧贺老师，你就是演穆泽的那个演员吧？你这部戏是用了智能换脸吗？怎么跟凶犯本人那么像？这要归功于侯导的拍摄和化妆师的技术。剧中朱老三的所有出镜都是由我本人演绎的，没有智能换脸。是的，我们用的是特效妆，也要感谢小肖在最炎热的夏天，顶着这套妆容坚持拍完了所有戏份。我想问剧组，关于最后朱老三死亡的彩蛋，是否有强行过审的嫌疑？你们打着帮受害者通缉的口号，却刻画出一个虚构的死亡结局，这是不是不尊重受害者和家属？是不是在给逃犯继续逃脱的理由？我们剧组一直都非常尊重原型案件和受害者家属，我们可以保证，师生里的所有情节都是依照真实案例情况拍摄的，包括彩蛋。啊？啥意思？该不会多余的情况？我们剧组不方便过多透露，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后续。什么？难道朱老三已经死了？不会吧？不是还在通缉吗？不会是噱头吧？故意这么说的。执法员撤销通缉令，一般只有3种情况：被抓、死亡、依法撤销。所以，朱老三的通缉令真的撤销了。这个案件的原型朱老三真的已经死了。兄弟们，《师生》无疑是今年5·1档最值得一看的电影，特别是最后的彩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你们会看到这个剧组最后的诚意。我靠，不至于吧？侯荣轩那家伙刷票了吧？既没有顶流，又不是大 IP， 这票房怎么来的？他们刷了吧？这数据太假了，等着被锤吧。泽航哥，你家粉丝这次也太猛了吧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！不是我家粉丝，我家粉丝都挺佛系的，我估摸着他们撑死占了30%。那就怪了，路人观众顶多也30%，剩下的40%是哪来的？总不能是侯导。说了没刷，我没刷。才，鬼都不信你。哟，老侯，啥时候开始卖身了？都是嫉妒我罢了。这群垃圾根本不知道我这部《师生》有多好。这票房应该没问题吧？我操！啥意思啊？我的个乖乖，你们在干啥？害得哥哥风评骤降，他倒好，都拍上电影了。不过这或许是个契机，姐妹们，帮哥哥挽回口碑的机会来了。这件事从萧贺开始，那解决的根源也该在萧贺身上。给他冲票房？凭什么？我们现在顶着哥哥粉丝的身份，在网上都抬不起头。做错了就得认。咱们真金白银的砸钱支持萧贺的电影，做得轰轰烈烈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诚意。可是，别管萧贺原不原谅，路人会帮他原谅。到时候谁再骂我们，就是他们得寸进尺。我们这操作，风评至少能拉回来1半。只要能帮到哥哥，用钱解决的事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姐妹们，行动起来！我先带头，请同城的姐妹免费看《师生》。靠，他们是吧？上赶着给萧贺贴金，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？他们这样做，至少能帮你洗白。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开始帮萧贺原谅他们了，你要是不回应，就是小肚鸡肠。可我就是看不惯萧贺。先忍忍，等《藏星闪耀》播出再说。现在跟他硬刚，谁都讨不了好。那可真是要感谢苏胜熙那边送来的天降好礼了。别高兴太早，他们这是道德绑架，你不回应，他们就有理由反过来说你小心眼儿。
所以他们这是借着给我道歉，洗白了苏正熙，结果我一点好没捞着。靠，还能这么玩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过藏星闪耀马上要播，现在不能让苏正熙塌房。不过倒是可以想个别的好主意。你苏胜熙既然这么讨厌我，那也别装了，我帮你把皮剥下来。我们为了他花了钱，费了力，结果他觉得我们是2回，我们当了2回小丑。苏胜熙人呢？只敢窥屏吗？给老娘滚出来解释清楚！别告诉我是被盗号了。老娘真金白银帮你，你还骂上了？给我出来说清楚！我可没乱说，苏胜熙心里多半就是这么想，我只是帮他点个赞而已。千万别谢我，我只是做了件好人好事。看到网上的情况了吗？是苏胜熙那个。虽然很想说他蠢，但是这次的行为应该不是苏胜熙本人做的。哦，刘姐怎么知道？手滑也是存在的吧？苏胜熙懒得很，他的微博运营和私信回复都是助理负责的，他自己吃瓜上网用的都是小号。还能这样啊？我去，他连自己的号都不看的吗？所以粉丝喜欢的一直是个助理扮演的假人，这不就是骗子吗？果然，又是助理背锅。小肖啊，这次真的要太感谢你了，帮我们省了好多推广费啊！你小子运势不错，下次有本子一定找你。侯导客气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可等着侯导给我个超级大反派过戏瘾呢。哈哈，你小子还挑上了，行，等着吧。累了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不对劲，这个设备，近期所有动态设备都和这个小助理的一致。去年换设备，正好是小助理被辞退之后，所以他从来没有登过自己的账号。苏胜熙，你可以解释一下，这些年在微博和粉丝营业的人到底是谁吗？你说助理管理账号，那管理了多久？你从来没有登过自己的账号，对吗？苏胜熙，我真的很想问问你，你从哪里得到的力量？不会是那个当年一票一票将你投出来的粉丝？我不像某人说话不算话，之前说支持士生不会收回，我会在荣沪京3市包场，不限粉级，先到先得。这个号我就注销了，大家江湖再见。宝宝，我们看师生吧。犯罪片，约会就看这个？我想看想你365次。又要看烂片，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主要是宝宝今天化了很漂亮的妆，我担心想你散65次太煽情，把你的妆哭滑了就不好了。说的也是哦，我今天这个妆可不能化。不行，现在喜剧也强行煽情，我的泪点。那我们今天就看师生吧。好，我马上去买票。预告看着还行，希望不会太差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那个被网暴的萧贺也演了吗？对，就是他，他之前演的穆泽，你不是还挺喜欢的吗？那确实可以看一下，看帅哥养眼吗？哇，刚才吓死我了！老公，你眼光不错嘛，这部电影真好看。就是，哎，你有看到萧贺吗？
我怎么感觉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？对呀，没看到他。倒是那个朱老三演的是真畜生，看得我拳头都硬了。幸好最后有个彩蛋，不然气死我了。确实，那演员演技真牛，就是那张脸，应该是特效妆吧？太丑了，怼脸拍的时候，我一个男的都生理不适。可我还是好奇，萧贺到底演的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走去看看海报。我操，萧贺演的是朱老三啊！朱老三真是萧贺演的？不会吧，我根本没法把穆泽那张脸跟朱老三联系起来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他们为什么都这么惊讶啊？海报上不是写着吗？怎么搞得我像个骗子一样？兄弟，当年这案子就是你好人，这跟通缉犯有什么区别？好厉害！先取关一段时间哈。我的天，6000多分，60多次抽奖机会啊！哈哈，发财了！照这个速度，1万积分的抽奖池指日可待。电影《师生》首日票房断层第一，豆瓣开分8.5，在同期作品中一骑绝尘。活着呢，暂时死不了。对，这位就是负责给我化妆的冯松月老师，大家在《师生》里看到的朱老三就是出自他的手。这才是我苏生的这件事情啊！你别告诉我，你就是笑了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播间被封了。好像是的。肯定是你笑得太违规了。反正不是我给你画的太违规，这得讲清楚，不能坏我名声。得。我真是服了，这热搜我可不爱听，搞得我好像犯了天大的错一样。我勒个去，难怪呢，不封你封谁？喂，明天来工作室一趟，拍套照片营业。好。你这个形象必须和朱老三分割开，两者分界线一定要清晰，不然你未来发展很受阻碍。他们总不能以后邀请我的同时，还随时把冯姐一起带上吧？那我俩可以组个搭档了。别跑偏话题，工作室刚装修好，要给你多拍几组照片，方便以后找时尚商务资源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刘姐，我们工作室是你一个人投资的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是我自己投的，只要你努力赚钱，预计2年内我就能回本。刘姐，你这么有钱？我好歹也是嘉兴出来的老员工，手上有些股份，离职的时候卖掉了，不放手也离不开嘉兴。这是把养老金都卖了，好大的魄力。刘姐，你还缺投资人吗？缺啊。怎么？你还想当我老板？那没几百万可不行。 500万，可以吗？萧贺，你真没背着我抢银行？我可没听说你家抽到彩票暴富了。刘姐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等等，他啥时候有我爸妈联系方式的？其实我准备答辩的时候，顺带卖了份软件，加上我之前攒的积蓄，刚好够500万。你这么厉害，平时没看你敲代码呀？我想着这钱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投给自己。多亏了系统给的初级黑客技术，搓个智能防御软件还是可以的。怎么，我平日低调点不行吗？刘姐，你放心，该处理的手续都弄好了，不用帮我擦屁股。那就行。明天来工作室，我会叫上律师。灵辉，凌驾众星之上，光辉笼罩群盲。刘姐的野心可真是一点都没掩饰。怎么样，随便逛逛？
好厉害！以后要是收新人，我也能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了。你现在就是老板了，所以下个月的试镜可就靠你了，老板。要是能拿下角色，咱们小半年的回本就有了。等等，我怎么感觉跳坑里了？那个试镜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刘姐，你打听到什么线索了吗？没题材，没角色，没剧本，我一头雾水啊。说的就是传奇大导冯正阳的新电影，他7年前就退圈了，这次复出，整个内娱都闻风而动。就是那个作品拿过戛纳最佳导演，还开创了冯正阳风格的冯导。对，据说这次连投资商都没看到剧本。投资商都不知道拍什么就投钱，不怕亏本啊？那可是冯导，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，只要是他导的，必然是精品。我知道他很厉害，可是我听说他当年退圈好像是因为……嘘，别乱说。当年的事连执法员都没定论，你就装不知道？这圈子里大家都装不知道，才能继续混。我知道了，刘姐，放心，我不会乱说的。小肖啊，我当导演这么久，从没看错人，你以后肯定会越走越远的。谢谢侯导，也祝侯导以后票房都大卖。肖哥，上次说要请你喝酒，结果拖到了现在，我自罚一杯。能看到你一切安好，我也很高兴。我前段时间去旅游了，看了很多风景，觉得不能让还没发生的事儿成为我的心魔。可惜泽航哥不在，不然他也会为我高兴的。还不是因为他那个经纪人，为了给他炒热度，过度营销朱老二这个反派角色，差点把师生的口碑都拖下水。你们是想找死吗？我们电影是让观众明白罪犯的恶，不是让罪犯去当明星的。所以这次庆功宴，刘泽航也没脸来。希望他能尽快解决掉自己的事情吧。以后感兴趣，可以去京戏旁听几节课。谢谢卓老师。给你妈妈的。这是冯导新戏的剧本，小肖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，提前做准备。谢谢侯导。不过我去下面把车开出来，你们聊。这剧本拿回去，好好看，多思考。我觉得你是有自己想法的，有些事情自己拿定主意，别像刘泽浩一样被他那经纪人带偏了。谢谢侯导的提醒。有些话我不该说，得罪人。行了，你回吧，自己琢磨琢磨。侯导后来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心事重重的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让我好好看剧本。我也没搞懂他到底什么意思。怎么，他还给你说了段谜语让你猜？其实侯导还挺适合当谜语人的，说不定他想说的话，答案就在剧本里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就看。到了，看看你未来3年的家。啊，是金钱的味道。这花园偏大，没啥用，幸好物业会负责打理。看看冯导这次拍什么题材，我好帮你调整接下来的学习计划。好。这怎么感觉？怎么样？刘姐，你确定侯导拿的是这个？我绝对没有搞错。丧尸片，大夏电影好像没怎么拍过这个题材吧？不是审核问题，就是市场和成本问题。冯导本来就是动作片起家，要是能拍出国外荣那种动作大片的感觉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我再去问问投资。问到了，目前投资大概是5亿，
而且投资方表示随时可以继续投入，上不封顶。上不封顶？米国那部女武神丧尸片，最后一部投资也才4000万美金，换算过来不到3亿人民币，5亿已经是顶尖投资了。明导加高额投资，就是双重保险。即使目前市场没有出现过商业丧尸片，那又怎样？冯导的这部电影就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富贵险中求，接了。